陣時大山，因為呢一條兩條山，第三條跑道第三條，一衝過咗海點算啊？呢啲唔好睇啊！你又睇到一衝過咗個海點算啫？就係睇佢係咁填啦，嗰啲咁嘅島仔啊，開邊嗰條咪第三條幹線，一走就走咗條第三條幹線。呢度開頭第一條咪第二條，第三第二條短啲，係啊，第二條短啲，第三條係最長嘅最。跳出嚟嗰啲咁嘅島嘅黐埋啊！黐埋都冇咗個海嘅都。佢一味填海，佢又唔劈山工程仲大啊！工程大同埋你啲泥啲咪有一開咗咪可能一路